昨是年假最后一天，真侪人把握时间出去佚佗。美好乐观公馆协分宫呢，有几千丛的吉仔樱甲山樱花，目前花差不多开8成，边仔有道馆，也就是满山红伫开，上济时有几万人去遐赏花。樱花伫雾中开甲真水，真侪民众专工来赏景。还不错啊，明天是不是要上班？对，就利用最后一天来的。对。有人专工打扮来翕相。我们在学日本舞。在学日本舞啦。那知道樱花开，所以专程过来就对了。对。唔啦，樱花水要道馆嘛真水，这是庙咧公馆乡协分宫的樱花步道，有几十丛的吉仔樱甲山樱花。它的发起差不多45天，研究全部看。除了庙咧台中当时林场樱花嘛开差不多4成。我从来都没有看过，我来这边才看过樱花，很漂亮。因为今年是暖冬，樱花伫开同时，白色的李仔花甲枫仔叶嘛长水，民众赏花时会使一摆看到这美丽风景。